这起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喇嘛尊者出席藏人行政中央前公务员等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欧洲议会100余名议员候选人承诺支持西藏。藏人行政中央欢迎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支持西藏自决权的议案。司政边巴次仁与副议长卓玛次仁为前部长扎西汪堆的自传揭幕。英国曼彻斯特藏人社区的代表参加纪念6·4 35周年展览活动。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举办成立35周年庆典。驻澳洲代表噶玛桑格出席菩提树苗种植仪式。奥克兰藏人协会呼吁新西兰总理向中国总理李强提出西藏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6月11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藏人行政中央前公务员、藏医立算学院和尊者的前侍卫联合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谈到了吉祥天母预示尊者将注视110多岁的梦境，并且呼吁僧俗藏人努力修持菩提心和空正见。尊者表示：“吃着是，俺点数皮些都是人，你那么呀，俺老家的就这样是对下去，你那么3不休息多。”来自达兰萨拉和世界各地的7000多名僧俗信众和法会主办方的1900多名成员参加了当天的长寿法会。此外，由美国国会2党共同推出的促进解决西藏冲突法案，于本周二6月11号在众议院审议，并于次日通过了一项暂停参议院版本法案的动议。该法案距离成为美国又一项涉藏法律近了一步。本周二，该法案的提案人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籍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尔提出了该法案的动议，并呼吁2党的众议员投票支持该法案。众议员比尔基廷也在发言中大力支持该法案。最终，众议院于本周三6月12号上午以391票对26票通过了修订后的法案。该法案目前已提交至拜登总统办公室进行最终批准。另外，欧洲支持西藏项目于今年4月9号在欧洲议会启动，为6月6号至9号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准备。该活动现已结束，其目标是获得100多名候选人的承诺。如果当选，他们将在欧洲议会支持西藏。目前来自16个欧洲成员国的115名候选人承诺捍卫西藏人民的基本自由。此外，一些政党也对问卷调查做出了回应，就一系列与西藏有关的问题表明了立场。与此同时，加拿大众议院于本周一6月10号一致通过了一项支持西藏自决权的议案。该议案强调了西藏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拥有这一基本权利。议案还谴责了中国政府系统性地对西藏人民进行文化同化，肯定了西藏人民自由选择其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政策的权利，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包括选择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灵童的权利。该法案的动议由加拿大魁北克政团发起，并由魁北克政团议员亚历西克斯·布鲁内尔在众议院提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获得消息后，在他的官方 X 平台上推文，
感谢加拿大众议院一致通过有关支持西藏自决权的议案，以及加拿大各政党对议案的支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与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于上周五6月7号在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共同为前部长扎西汪堆的自传进行了首发节目。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讲话时，分享了他与前部长扎西汪堆第一次相遇的故事，并赞扬了扎西汪堆为西藏人民服务了40多年的精神。副议长卓玛次仁也在致辞时承认了前部长扎西汪堆对西藏自由事业的终身奉献和服务精神。他还赞扬了作者根据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建议，决定写自传为下一代留下珍贵文献的举动。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庄玛和各部门秘书长，以及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的秘书长等各界政要出席了新书发布会。与此同时，香港艺术家黄美玉为了纪念6·4事件35周年，于上周六6月8号在曼彻斯特举办从天安门母亲到香港、西藏、维吾尔和台湾的女儿展览活动。英国曼彻斯特藏人社区的多名成员为表达支持，参加了展览活动。此次的展览活动聚集了来自香港、台湾、东突厥斯丹和西藏团体的代表和成员，在集会上发表强有力的演讲，共同谴责中国的压制政策和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另外，位于德国柏林的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于上周六6月8号举办该组织成立35周年庆祝活动。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特别致函表达祝贺。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丹增曲桑在庆祝活动上宣读了尊者的贺信。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感谢和肯定了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对西藏自由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包括对保护和弘扬西藏文化的支持。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于1989年在柏林成立，该组织的主要目标为声援和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目前是德国最重要的支持西藏团体之一。此外，为了纪念第一棵从斯里兰卡运往澳大利亚的菩提树树苗，澳洲慈悲大佛塔和菩提法寺联合于上周日6月9号在维多利亚中部州城市本底戈举办菩提树种植仪式。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及各界政要应邀出席了这一盛事。代表伽马森格在纪念活动主办方出版的纪念册中写道：“我希望在仿照公元14世纪西藏江孜佛塔建造的大佛塔旁种植菩提树的历史性活动，有助于广泛传播佛教价值观，利益所有有情众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在当天的纪念活动上，来自澳洲各个社区的代表以及维多利亚藏人社区表演了传统舞蹈。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奥克兰藏人协会近日致函新西兰总理，要求他在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新西兰期间提出西藏问题。奥克兰藏人协会敦促新西兰总理不要被中国晋升，不要成为他们道德和伦理堕落的同谋。该协会还提起新西兰总理关注西藏东部德格县藏人因抗议中国政府在当地建造大型水坝而被迫迁移的问题。此外，还呼吁总理关切当前西藏境内越发严重的政治压迫、社会歧视、经济边缘化、环境破坏、文化同化以及藏传佛教中国化运动等议题。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